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3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经济形势，聊一聊消费啊。今天我在网上看到瑞银的一篇报告，瑞银的这个报告他得出个结论说全面复苏并不存在，市场机会只在3个领域。2026年开年至今，国际投行研究机构瑞银2度重磅出手调研中国消费市场。最近几年大家对消费这个非常关注，也认识到这个消费低迷对经济的危害，但是呢，你怎么刺激这个消费的起不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到底什么原因？说法也很多。那2026年消费会不会起来呢？所以瑞银他给出一个结论：2026年消费全面复苏是不可能的。其中瑞银在1月在沪杭，就是上海和杭州两地实地走访，并与35家企业深度访谈之后，瑞银发布报告，率先撕破全面复苏的市场幻象，也就是很多机构很多媒体说咱们消费复苏，那瑞银就说了，这个是个幻象，一语道破这个瑞银的结论是弱复苏强分化，也就是2026年中国全年消费的走势是复苏是很弱的，但是分化什么意思？就是结构性矛盾，有的领域复苏恐怕还是不错的，但是很多领域谈不上复苏，会越来越差。那这个结论恐怕大家还比较容易接受就是再差，有的行业有的领域日子还是过得不错的。但是大部分行业大部分领域日子越来越难，你牛马集中的地方恐怕就不好。紧接着瑞银在3月进一步调研走访上海和深圳2个一线城市主要商圈，并发布跟进调研报告，用最新的市场数据与真实行业冷暖对年初结论进行验证，而且是硬核验证有数据。2次调研一脉相承，核心判断高度锁定，而3月报告更让消费市场复苏乏力分化加剧的现实越发极致，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敲响最强警钟，也就是为我们牛马也是敲响警钟，心里要有数，这个含义是越来越浓。那么含义越来越浓，我们就更得咬紧牙关，对吧？要稳住，不能乱来，保住你用血汗用身体换的那点工资对吧？用8小时换的那点钱，不要浪费了。2026年消费市场无全面回暖的可能，唯有结构性机会，极致分化将成为贯穿全年的核心主旋律。首先这个高盛的就是2026年的短短的2个多月，它就出了2份报告，对吧？1月的这个首次报告结论是打破全面复苏的幻想，锚定3大核心区域。2026年1月，瑞银首份消费行业展望报告重磅发布，堪称开年消费市场的清醒剂，直接击碎市场对消费全面回暖的美好期待。瑞银以扎实的一手调研数据，为2026年消费市场锚定3大核心区域，定下全年发展基本框架。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消费仅踏入早期温和修复阶段，万众期待的爆发式反弹彻底落空。消费者信心虽在2024年第3季度触底后小幅回升，但花钱心态早已回归极致理性，不恐慌，但绝不大手大脚。行业普适性红利彻底消亡，新一轮行业重构大战全面打响。 K 型分化更是被定义为长期定律，将强势持续2到3年。K 型分化就是那个 K 一条线向上，一条线向下，这就是结构性分化。有的行业走上坡路，有的行业在走下坡路，有的领域在走上坡路，有的领域在走下坡路。这其中高线城市高收入人群愿为品质体验情绪慷慨买单，美妆护肤旅游出行轻奢珠宝户外运动等赛道持续高景气，对价格彻底脱敏。而低一线城市大众市场则死守刚需为王，性价比至上，基础食品日用品高性价比餐饮等成为消费基本盘，对折扣优惠高度敏感。2大市场冰火2重天，割裂态势越发明显。当然，这样的分化跟胡润中国富豪榜及经济学人近期发布的一个数据相互验证。
中国财富快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样直接导致了消费市场两极分化。这一点在房地产领域是特别明显，对吧？我们经常说啊，你看上海的豪宅30万一平的日光，对吧？2个亿一套的都要靠抢，但是牛马韭菜，对吧？买的那个100万、200万的房子，那是无人问津，牛马不敢买，买不起。这个实际上就说明了财富啊，对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牛马抗风险能力是越来越差，不仅没钱，而且抗风险能力还差。因为你买个200万的房子，你要贷款的话，很可能，对吧？很容易就把你拖入深渊。所以韭菜，对吧？左思量右思量，决定不买，观望。但是你看那些，对吧？动不动2个亿的买房就跟买菜呢，还得靠抢，根本就不用深思熟虑啊。这个也反映出啊，不仅是财富两极分化，而且这个收入越低的、越底层的牛马，抗风险能力越差，对吧？一步走错，立马就无法翻身。所以你就知道这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一个错误，你就可能是前半辈子白忙。当然了，这个胡润富豪榜、经济学人啊，这个发布的这个图啊表，咱就不说了啊，什么结构分布啊。瑞银的报告同时抛出另一个重磅预警：地产下行的负面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中期，这将成为消费复苏路上最难跨越的大山，不仅直接压制家居、家装、家电等地产消费链，更让居民对大额非刚需消费望而却步。地产未企稳，消费全面回暖就是空谈。同时啊，瑞银认为线下消费更是呈现虚火旺盛的怪象，山川客流看似回暖，也就是很多山川看上去好像也有人，实际上啊，这个消费是越来越差，就是人气好像回来了一点，但是买东西的，就是出手的人更少了，大家都是勒紧裤腰带，也就是逛的多，买的少。体验类业态碾压传统零售，消费逻辑从单纯卖货全面转向卖场景、卖情绪、卖社交，渠道运营也从粗放的铺货冲规模升级为精细化的留客做运营，盲目开店的时代彻底落幕。也就是开实体店啊，很危险的。现在大家可以到大街上看一看，无论你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在县城，你去大街上走一圈，你就发现现在很多底商要么转让，要么在关门。这个现象啊，我记得在早几年啊，在北京的一些郊区或者北京城区啊，一些比较偏僻的街道，你就会看到底商什么转让，对吧？或者是关着门的。但是现在这个现象越来越像市区、中心区在蔓延，很多以前非常繁华的街道啊，居然已经很多店铺都是关门的，转让。这个我想，这个不需要大家这媒体报道或者是什么机构出报告，自己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对吧？就在你所处的这个城市，渠道运营也从粗放的铺货冲规模升级为精细化的留客做运营，盲目开店已成过去啊，而赛道与企业的生存法则也被清晰划定，刚需、专业细分赛道成黄金风口，宠物经济、黄金珠宝等领域表现亮眼。企业唯有守护强品牌、优供应链、深用户运营3大核心能力，才能穿越周期。无硬核实力者，终将被市场无情出清。第二个啊，这个瑞银的3月份报告再次验证，弱复苏底色未改，分化格局走向极致。报告怎么说呢？如果说1月报告是为消费市场定调，那3月瑞银消费跟进报告就是用最新最真实的市场数据对年初结论进行全方位硬核验证。3月的报告不仅未能推翻核心判断，更让弱复苏强分化的特征越发具象极致，消费市场的真实冷暖一览无余。诸多此前被看好的赛道更是突发降温，让市场期待再饮一盆冷水。这里面我以这个新能源汽车为例啊，因为新能源汽车不管怎么说，这几年它是当红炸子鸡嘛。过去几年一直高歌猛进的新能源汽车，2020年年初遭到当头一棒。1月份咱不说了啊，1月份已经是开门黑，就新能源汽车啊。我们看2月份，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分会公布的最新数据，2月份全国新能源汽车零售量46.4万辆，这什么概念呢？比2025年2月份下降32%。当然有人就说了，那也跟过年有关系。而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万辆和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28%。从同比增长28%再到2月份同比下降32%，这个就是感觉是一个断崖式下跌，就是突然拐头向下。这两个数据对比非常扎眼，以至于很多人呢都说新能源汽车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为什么2月份新能源汽车会暴跌呢？当然有很多因素啊，
这第一个因素就是春节，毕竟春节放9天假，这个是原因之一。2月1号到2月8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03万辆，同比下降25%，环比下降3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257.8万辆，同比下降18.9%。也就是说，春节的因素有影响，但是影响多少呢？那我们就把1月、2月加到一起算，今年的1月、2月和去年的1月、2月加一起对比，都有春节。你这么2个月加一起一对比，还是同比下降18.9%，将近20%。怎么说，对吧？没有春节影响的1月，对吧？今年1月就是开门黑，咱们节目说过，不多说了。所以说，把今年2月加上啊，跟去年一比，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有整个的汽车行业都是在剧烈的下降。第二个呢，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新政的影响啊，这个就是刺激，对吧？补贴滑坡，这也是影响之一。这就凸显这个补贴是个双刃剑。你补的时候感觉好像啊销量上来了，消费也好了，但你一旦一停，马上对吧就断崖式下跌疲软。实际上这个春节影响还有这个消费补贴滑坡啊，这些都是次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的观望，也就是消费者他不出手了，该买的都买了。农村里都是好多汽车到处，你还指望谁买呢？现在只能是指望换车，就是你已经买了车了，你那个车对吧，开了5年8年的，换新车，换新的就你得有钱，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勒紧裤带过日子，我这车为啥要换呢？完全可以再开5年。当然了，还有其他原因啊，比如说这个原材料涨价，成本传导，导致什么呢？导致汽车降价呢就没有以前那么厉害，即使降它也不痛快。这是新能源汽车啊，今年头2个月遭遇这个断崖式下跌，销量那你说这个对消费的打击有多大？现在是等着你刺激，等着你什么发优惠券，等着你补贴。瑞银的报告说当前消费仅现零星早期修复性，无任何实质性全面回暖迹象，分化趋势更是愈演愈烈。从1月的人群赛道分化延伸至业态赛道内的极致分化，成为贯穿消费市场的绝对核心。消费者花钱逻辑更是严苛到极致，较1月的理性消费再升级，非刚需消费全面舆论，花钱只聚焦情绪、体验、健康3大核心，无关价值的消费一律不买单，消费决策挑剔程度刷新记录。这个我们在以前节目也说过啊，咱们过去啊，很多人买东西是一看这玩意儿便宜，对吧？以前印象中好像是100，现在怎么40多啊？好像自己占了便宜，赶紧买，这是过去的这个消费观念。所以说他一降价，好人就买。现在是降价人家不买，人家不仅要看性价比，人家还看这玩意儿我实用不实用，我是不是可以不用，管你多便宜，我可以不用的话我就不买。你看现在消费都是这种，就是不光是性价比啊，前几年咱们网上不有梗吗？不是什么什么买不起，而是什么什么更有性价比，对吧？你想想这个现在比这个更严重，就是你有性价比我也不买，因为我不需要。那你说这个消费冷到什么程度？说线下消费分化更是走向极端，并非所有体验类业态都能吃到红利，仅有户外、IP 玩具、珠宝3大领域具备扩店价值，其余业态纷纷议论。传统时尚消费品品牌更是开启关店潮，集中关停低效门店，传统商超则持续被临时折扣店、即时零售业态疯狂挤压，深层压力拉满，线下消费少数火热多受议论的格局愈发清晰。所以越是这样，那个网红超市那个火爆啊，越显得反常。难道不是吗？全国的这个零售业态都是岌岌可危、奄奄一息，在倒气呢。结果一个网红超市啊，越来越火爆，值得大家深思啊。瑞银说啊，核心赛道的表现更是让市场大跌眼镜，部分此前被寄予厚望的领域超预期的降温。这里面就说到了白酒，第一个是白酒行业迎来至暗时刻，茅台批发价大幅下跌，成为行业标志性信号，整体复苏节奏远不及预期。餐饮行业仅实现客流表面反弹，并未迎来实质性营收恢复，增长乏力。首先说白酒啊，白酒这个我记得春节之前是吧，茅台价格开始反弹，也好多人就说茅台稳住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这都是这个茅台的这个经销商和茅台企业他们一种策划，正好利用春节搞一波饥饿营销啊，价格是涨了，但是啊这个涨价是非常以损害未来市场为代价的，所以春节只要一过，那价格就咣当往下掉，而且它涨价，春节有没有卖多少，这个很难说。也就是说，你这春节一涨价，你这渠道到底卖出去多少茅台，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当下这个消费，你涨价，别人就喝茅台是吗？你还玩饥饿营销，人家可以不喝，对吧？人家可以喝10几块、20
块的酒一样的，你涨价你降价，你改变不了这个茅台的这叫什么叫消费场景。茅台的消费它主要是商务这种房地产开发，对吧？这种迎来送往请客，实际上就带有某种这个灰色，对吧？权钱交易，茅台是个比较好的媒介。真正喝茅台的自己从来不买，买茅台的自己舍不得喝，不是这个道理吗？所以它不是个正常的消费品，然后你给它涨价有什么用啊？如果我今天请人喝酒，我200万的生意1000万的生意就到手了，那我买一箱茅台没毛病啊。你就是茅台3000一瓶我也得买，5000一瓶我也得买。但是你说我这跟人喝酒，喝完了是白喝，1毛钱生意也谈不成，谈成了还让我垫资，垫完资之后我这应收账款要不回来，我还请他喝茅台啊。完了你就1000一瓶我也不买，是不是这个逻辑？所以高端白酒一个道理。所以你靠炒作靠什么饥饿营销没有用，因为它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的活力，经济没有活力了，你这玩意儿高端白酒它自然就会从神坛上掉下来，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吧？再加上这个公务宴请，对吧？不准用茅台，基本上就判了这个高端白酒的死刑。当然了，你偷偷的喝那是另外一回事，是吧？你不怕抓，你不怕别人举报，另外一回事这是高端白酒，对吧？以茅台为代表的，所以说你看今年肯定还得暴跌，还得回到1000以下。去年不是跌到1400了吗？对吧？到了市场价指导价下面。今年我觉得应该看到3位数，就是跌到1000以下。那餐饮呢？那餐饮更是了你看今年这个西贝一下就砍掉100多家店，扛不住了。更多的餐饮店都一样西贝也扛不住，其他的更扛不住。再加上315这个一报道，很多网红品牌，对吧？表面上看上去去年还挺有人气的，今年这一报道就完蛋了。所以说餐饮行业更难复苏然后他这说的第2点，说的是这个即便是1月报告中表现亮眼的珠宝赛道，也出现内部极致分化，一口价设计款涨价，按克黄金承压，消费者愿为设计场景文化价值买单，却坚决不认单纯的原材料涨价，消费需求从买材质向买价值的彻底转变定型。这个关于黄金珠宝这个赛道也一样，也就是去年的吧，整个的黄金是整体上在往上走的，受地缘政治影响，黄金从3000多4000，对吧，涨到5000美元一盎司，导致有很多人呢，他想买黄金保值增值，买金银首饰，担心自己的手上的红票子贬值不值钱，对吧？很多人跑去买黄金，但是这个随着后面黄金价格回落，回到它的正常价格，但很多人赔钱的时候，大家也就不再去迷信，对吧？这些什么黄金珠宝能保值，那个时候黄金珠宝的消费也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我就不相信你说你靠你那个8小时工作，靠身体换的那点钱，你非要换个金疙瘩放那儿干啥？有什么用呢？它也不能产生现金流，对吧？它又没利息，然后它也价值在波动，对吧？5000美金一盎司，到时候跌到3000美金一盎司也有可能所以这是珠宝的消费我觉得也会回归理性。第3个他说1到3月持续观察结论，弱复苏成全年的铁律，极致分化下唯有精准突围。这个瑞银1到3月2次重磅消费调研，横跨开年至今，覆盖多个商圈，数十家企业，一线投资机构，核心判断高度统一。3月报告更是对1月结论的强化与极致细化，两大报告合璧，2026年中国消费市场定下终极发展基调，3大核心共识清晰浮现，成为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行动指南。哪3大核心共识呢？第一个就是弱复苏是全年不变的铁律，全面回暖彻底无望。也就这是瑞银给今年消费定了个基调，不要老想着什么消费回暖，充其量是个弱复苏。2次调研均明确，消费复苏无强弹性，无爆发式反弹，仅为缓慢的早期温和修复。3月报告更证实，这种修复缺乏实质性支撑，非刚需消费持续遇冷，复苏节奏步履蹒跚，想要再现消费全面回暖的盛景，2026年是绝无可能。第2个，分化从主线升级为全维度极致考验。1月调研指出，人群赛道 K 型分化在3月已演变为业态赛道内部的全方位极致分化，即便是同一领域同一赛道，也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消费市场的分化程度远超市场预期，成为所有企业必须面对的终极考验。第3个理性成为消费市场唯一的共识，普涨幻灭，幻象彻底破灭。也就是现在消费是越来越理性，在消费者层面，理性消费成为常态，非核心需求非刚性需求坚决不买单，这就是我们老说的勒紧裤腰带，更看重产品与
服务的真实价值，就是咱们不再为面子、为虚荣买单了。你从今年春节啊，大家走亲串友、走亲访友，对吧？那都能看出来，往年都拎好多东西，那些东西都是为智商买单的，对吧？智商税，什么6个核桃，什么这个奶那个奶，什么核桃粉一大堆的，那玩意儿对吧？纯粹就是拎着手上多一个东西，没有任何价值，拎来拎去的，对吧？哎，今年没有了，好多我看好多人根本就不搞这一套了，也好，对吧？所以你看这消费不就差了吗？这就是不为那个面子，不为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买单，这就是消费观念啊。所以说，纵观瑞银2次重磅调研传递的信号清晰且强烈。2026年中国消费市场既无寒冬萧条，也无报复性复苏的春天，弱复苏、强分化将成为贯穿全年的常态。对于所有市场参与者而言，唯有彻底放弃全面回暖的幻想，摒弃粗放经营思维，精准把握结构性机会，筑牢自身核心竞争力，才能在这场极致分化的消费市场考验中实现突围制胜。当然了，瑞银这个是一家之言啊，而且他们调研走访呢，也只是一线城市，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而且一线城市呢，它也是局部市场，它并没有说把整个上海，对吧，都调研一遍。所以说啊，这个瑞银的报告是一家之言，我个人看法实际上比瑞银还要悲观一点。瑞银它只是说弱复苏，还是要复苏啊。我认为啊，弱复苏都谈不上，实际上是下行过程中的一个小浪花，一个小波动。26年还得往下，不是什么弱复苏。1月、2月确实啊，咱们以前节目也说了，1月、2月这个社零数据啊，增速比去年稍微好一点。在环比啊，你要看环比的话，咱们从去年5月份开始，这个社零数据就一路下滑，就是增速一路下滑。我认为啊，如果按照去年5、6、7、8、9这几个月的这个速度啊，我们今年1月、2月就应该是负的增长，就是社零数据啊。但是你看统计局给出来的1月、2月这个社零数据还可以2.8%，对吧？它也就是说它一路下行，增速下行之后，它一个勾头向上，给人感觉是复苏，弱复苏。那这个瑞银就认为它是这叫弱复苏，但是我判断这是下行过程中的一个小波折，因为1月、2月毕竟是什么15/5的，对吧？又是2026年的开年，所以要开门红，15/5也是开门红，所以这个政府在债券、政府在投资这块提前发力，这些综合因素，对吧？导致了这个1月、2月有个小反弹，但是后面呢，它有没有持续性？我觉得没有，它很快就要下去，就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今年我认为一定会看到这个社零数据啊负增长，这是我的判断。第二个判断是什么呢？瑞银说了啊，结构性分化，这个我承认，就是有的行业还是不错的，有的领域啊一定是欣欣向荣。但是大家记住了，你千万不要以为有些赛道、有些领域、有些行业欣欣向荣，你就一脑袋扎进去。等你扎进去的时候，它就不欣欣向荣了。因为现在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没有持续性发展的这种能力，都是各领风骚3-5年。现在叫各领风骚3-5个月，对吧？等到你发现这个行业还不错的时候，你一扎进去，你是买单的，一定要记住了，你是高位接盘的。你比如说零食店吧，零食店前2年就好像挺火的，对吧？各大城市、大街小巷，现在开到县城了，各种零食店。实际上，等到你认为这个挺火的时候，你也加盟，你就纯粹是接盘买单的。人家布局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把这东西卖给你，对吧？让你入局。我这是举个例子啊，也就是说结构性复苏，我承认，对吧？它一定有的行业还是不错的，但是等到你发现不错，然后你也进去的时候，完了，你是高位接盘的。你现在看看所有的领域、所有的行业都不可能持续说火个几年，顶多火个1-2年就不行了啊！所以说这是我的判断，就不要以为说有结构性机会你就摩拳擦掌要去找这个结构性机会啊！等你找到那风口已经过去了，咱们有没有超前布局的能力？说我们赌下个风口在哪儿，我先去，做不到这个我们再谈一个现象啊，因为你消费跟收入有关系啊。那收入你说我们韭菜牛马，对吧？这都是灵活就业者，所以或者你的工资太低啊，5000一个月，所以你消费谈不上。那我们看看大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自媒体文章啊，他是华为的一个内部员工，但是他自称啊，我们无从考证。华为员工爆料说，最近华为离职员工比较多，真的是寒气严重，圈子里啊弥漫着焦虑的气息啊。大家还记得吧？华为的这个任正非几年前，应该是22年还是23年，22年说的，把寒气传递给每一个人。这回真的是传递给每一个人了，每个角落，华为自己的员工都已经感受到寒意了。说最近刷屏朋友圈和麦麦，满屏都是 last day， 就是最后一天的意思啊。而且不少都是华为的。以前觉得华为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能进去都是卷王中的卷王，结果现在一个个往外走。你说这寒
气到底有多重。出了华为之后找工作就很难了。任正非2年前说的那句把含义传递给每一个人，当时很多人觉得是敲警钟，现在看来这含义是真的传到了，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在裁，真的在优化，真的让人走路。有个华为员工在网上发帖，说自己所在的部门3个月走了10几个人，不是能力不行，是整个业务线在收缩。走的人里有人干了8年的老员工，有刚升完级的骨干，还有去年刚拿了金牌的项目经理。他们说每天打开内部论坛都是在讨论赔偿方案，圈子里全是 last day 的告别帖，看着人心里发慌。为什么说从华为出来就不太好找工作了呢？一个是年龄，对吧？年龄到了。第二个呢，你在华为那工资，对吧？那待遇，然后你现在社会上哪个企业能给你这么高的待遇？非常少，不太容易，对吧？然后你要降低自己待遇，一个自己心里也不舒服，第二个是别人也不敢。我要是这个企业的话，我也不会从华为招人。为什么呢？你在华为是5万一个月啊，假设吧，好，你愿意自降身价到我这儿2万一个月干，我也觉得你这人干不长，你这是暂时在这憋屈着，一有机会你就要跑，是不是这逻辑？所以说我宁愿从别的地方招同等能力的啊，对吧？这个他是以前1万一个月，现在我给他2万，他肯定死心塌地的在这干，也就是你自降身价，人家也不敢要你。那当然，华为的员工也可能就是往高走一步，比如到一个公司当个什么副总之类的，那这样的机会哪有？不会太多啊。所以说，一旦你从这大厂一离职啊，就很难找工作。最焦虑的是什么？是那些35岁上下的人，在华为干了7、8年，收入确实高，但消费也高。深圳的房贷每个月2、3万，孩子学校1年10几万，配偶全职在家，这很多是大厂码农的标配啊。你说他不焦虑，他比谁都焦虑。走了这个收入，生活水平断崖式下跌；不走，天天看身边的人被优化，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自己。有人说啊，华为给的赔偿不是挺高的吗 ？N+1，有些还能谈到 N+4，听着不少，但你算算，在华为干了10年，赔你10几个月工资，也就撑1年多。1年以后呢，市场上35岁以上的岗位本来就少，你华为出来的光环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使了。华为员工就大厂的员工什么时候是最吃香呢？就是整个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大量的外资、老外资本进来投资，这个时候那整个社会是在抢人。你是华为出来的，那直接给你乘以2，工资大爆一下，就这样。那是整个行业在往上走，对吧？在叫招兵买马、跑马圈地的时候，烧的都是美金。现在呢，都在收缩啊，都在勒紧裤带，企业也在勒紧裤带过苦日子，要不华为的裁员干啥？所以说我们言归正传啊，连华为这样的企业都在裁员。你现在网上关于华为的帖子越来越多，对吧？华为又是年终奖到现在还没分，年终分红啊，对吧？又是这个裁员，又是优化。你想连华为都这样了，你说哪个大厂还能好到哪里去呢？连华为这样的大厂都不行，那你说其他的企业哪个不是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还指望着消费好？所有的这个社会啊，大家每个人都在存钱，都在准备渡过难关。这个时候你说让大家消费，不可能的啊！所以大家只会越来越勒紧裤腰带，越来越存钱，预防式存钱，被动式存钱，不消费，你怎么刺激都没用。所以说我认为下面还要通缩啊，继续通缩。整个社会靠那么几个算力公司，对吧？靠那么几个人工智能，靠那么几个机器人，那能容纳多少人呢？而且这一块的投资难道没有泡沫吗？一旦今年泡沫破灭，或者明年泡沫破灭，对吧？那就是毁灭性的。公务员发不出工资，对吧？老师在缩编等等，这一切，对吧？都是牛马韭菜这些人，对吧？收入在下降，收入不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消费复苏，叫为之过早。现在反而是那个叫恐怖螺旋在加剧的时候，速度在加快。以往灵活就业者、普通的牛马还在羡慕大厂，对吧？觉得大厂好，现在连大厂都扛不住了，那你说怎么办？从哪儿复苏呢？所以说啊，我一直说这一定要做好这种过冬的意识啊。最冷的时候没有到来，好吗？如果以为这就是最冷，那你就大错特错。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